台中一个国小的小女童下课，伫个离校门无到100公尺的所在，互一个穿高中制服的男学生限制行动，甲摸伊的手甲腰。加在这个小女童领里找机会逃走，警察已经找到这个男学生，叫伊到案说明。穿高中制服的男学生，行伫个国小女学生的边啊，这个男子一直摸伊的手甲腰。他拉他的手这个后面啊。 然后男子帮这女学生搬地啊，看起来两个人好亲像熟悉，但是女学生的爸爸讲根本就无熟悉这个男子，是被伊限制行动。在3小时内，我们就已经掌握许姓行为人，我们现在正请同事去把他带回来，了解案情。事发的地点离学校门口无到100公尺，家长都真紧张，学校嘛马上约谈女学生了解状况。陌生人触碰。大概是他的手，先拉着他的手，还有脖子。目前了解到这个地方。校方讲会增加校园附近的巡逻，嘛在课堂之间加强两性的教育以及防治措施。嘛甲学生讲，拄到类似情形，会使马上到附近的店家或者是过路人发救命。